是过年过节，或者是贵年贵节咧，即有游客反映讲，这10分楼价天顶变较贵啊，甚至有店间的这大肠包小肠一副卖到80块，塔克丸啊1份要100块。业者表示讲，是因为租金伤过贵，而且有大小贵差别。 清明年假出去佚佗，真侪游客是锁定郊区的景点。新北市10分楼价人是叉，业者也上准时机全力出动。不过，亲像旅客手头上常看到的4色天顶，对今年1月开始起价到250块，引起议论。物价膨胀啊，什么都涨啊，小吃什么都涨，都是观光区都是这样。对啦，其实也不会一直来放，所所以应该觉得还好。根据了解，天顶是由相关主题团体共同定建议的价格。 早期有100块的价格，不过自去年元旦开始，4色的200块，8色的350块，到今年是4色的起价到250块，8色的游园是350块。业者佫讲，进前新北市府提出天顶永续发展自治条例草案，草案规定讲卖天顶的业者应该按照要卖天顶数量买票奖加纳永续发展费，实施了后，恐价又会起价。一个小小天灯，它里面浆糊也涨，圈也涨。 纸也涨，一令纸啊，可以做好像125个。以前比如说是600块来讲，现在涨了800多块，都涨了25%以上。除了天顶以外，相款这物件也受到影响，包含大肠包小肠，有部分业者花到80块；乌汤粉圆、牛奶茶85块，还有连锁的塔可亚器要100块。东北季风一来的时候，客人就 降低很多，整条街上大概只有2成到3成，比正常的平日还少。啊，这个部分的话，你还是要租金要薪资啊。鼓励商圈以及商家应该提供符合市场行情的商品以及服务。那当然游客也可以多做一些选择跟比较。新北市经发局也强调讲，因为是伫山区，摕到原物料的成本较悬，物价普遍是比平地区域较贵。会鼓励区域的业者透过互相制约的方式，针对价格进行合理调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